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4日8日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彦祖。当日的早晨9点半，客家新新闻都会伫明路巷带来了解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在啲近边呢，进入呢重点以前呢，啲鸦片呢有一类有关气象资讯，我同乡亲朋友来分享。最讲呢，近边呢台湾地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故说呢全台湾都有机会会落雨。尤其呢，从喺北部地区近边早晨大家出去嘅时间呢，可能都感受到一啲天时系有湿有冷哦。有啲大部分有可能会讲到早晨16度，像大家出去嘅时间呢，都系记得为做下小暖地位。系讲呢南部地区近边天时呢有地会凉凉哦，唔过呢第20条整个云还係差唔多會用25度卡卡，人家温差有地睇，像大家會注意天時變化。學生呢就嚟關心一個事態報紙嘅頭版頭條有哪條重要消息。嗰啲近邊呢一個聯合報當局呢就同大家繼續嚟關心一個噴砂間當局群起感染事件呢。所以講呢對籌備起事呢一個國防部當日就會從指揮中心按用同大家嚟開記者會來說明一個噴砂間國防部也到內部嘅進行調查結果。嗰啲籌備記者會當中呢，嗰啲籌備時間國防部嘅片呢沒有來表態嘅，佢就係一個海軍司令劉志平咯，佢對一個噴砂間發生疫情多件，其實呢佢都冇對外發言呢，佢籌備呢係第一擺用電視節目嘅方式同大家來表示講，會開啟前台嘅指引，最講佢會來負責。稍後呢就來看呢新聞報道。我身為海軍司令，責無旁貸，要表達最誠摯的歉意，一定肩負起最大的責任。海軍對武監區標誌權之感染過後，海軍司令劉志平頭一擺最檢討機構驗體同個業費xử理，強調自家係海軍司令，維護前台嘅旨意。面對中國軍壓機密，宣傳國軍受到動態傷害，劉志平發廣東同從廣東轉起。中共正在大肆宣傳國軍遭受重挫，也期待我們產生戰力的下戲，但是他們錯了。現陣國軍受到證言暗砍疫情，嚴重影響健康，對亞國防部當日開記者會對外說明調查進度。外界關心自崔總陳拓飛無確實回報發售資料，國防部公布回報資料類層次，強調對上面除掉到新嘅作業同步發售嘅項目都冇，沒有聯絡陳拓飛，要查清楚真相。他記憶所及是應該在3月11號，他是記載是扁桃腺發炎回報的這個案子。那扁桃腺發炎裡面，我們在剛剛所這個表格上面裡面寫，他是在發燒，這個欄位是寫0，他也特別講說，可能是他昨天在這個記憶上，有一點落差。空天監、我肥監嘅標準有熱發燒，基本20項嘅理解，國防部建設嚴控期間無數到相關嘅微博，並唔承認24嚟報告，但係消息經驗軍邊參切離開軍監，國防部承認有安尼嘅事情，仍然要通過聯檢小組檢查嗰沙騰講，聯檢小組已從要求高雄駐洋海軍眾議院開假嘅報告引起議論，國防部現身沙對調查方向會表達聯檢小組。聯合作業這個階段，其實是一個整個調查裡面最重要的階段，我們絕對會納入我們未來調查的一個要項裡面。杜牧艦對磐石艦這一個事情，確實有許多的缺失，沒有到位，任何的每一個細節、每一個點都要查核清楚。行政院長蘇貞昌大拍講，對武監區有人猜到武漢肺炎可能動痛苦，防疫措施冇做好，故作下令政府委員羅秉成正調查小組，雷同國防部聽清楚解釋，聽眾會記得100個教師補救過來。記者黃志傑、請整理 SNG 特別報道。嗰啲籌備呢，一啲國防部嘅記者會當中呢，其實大家先關心嘅就係講，一啲上監項又出現有人有發燒，還個有其他唔痛快徵條，佢從上監項嘅總管有同一個國防部啊，還個有相關單位來做回報冇。啲前幾年呢，嗰啲乾脆嘅指揮中就係講陳拓飛佢啲接觸立法委員質詢嘅時間，佢就有講到嘅，佢上項呢有50人，佢其中有13人有發燒。其係由同一啲總管來做回報嘅，唔過呢，嗰啲籌備記者會嘅時間呢，佢有真最有，佢就講，其實佢用是發燒係冇同步嘅，佢有同步呢係有13人，佢係後連貫通，就按反而講嘅一啲扁桃腺發炎，佢係有一啲來做回報嘅，唔過發燒也部分佢係冇做回報嘅，佢針對一啲講法冇重要部分呢，國防部還會繼續來追查，唔過你就係講真，佢籌備呢有真最嘅，故所就有動到有關。
心一啲記者會嘅名譽呢，夾到去禁罵，就罵過人哋國防部因為按唔落實嘅講法呢，就點點多多安尼，就一下講安尼，一下講安尼，就因為講人哋國防部呢，其實呢會開始清台之音，唔過呢其實也係呢清重要呢，唔係為嚟追求馬賽之音，係希望呢大家呢做嚟好好呢，留顧嘅高層呢來交代清楚，留所有疫情調查留記做好來，為了留嘅疫情留記。防到清好，唔好來一個疫情繼續扯開來，真係輕鬆嘢哦。嗰種呢針對一啲部分呢，嘅指揮官陳時中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有講到，講一啲傳感控嘅官員其實係對4月15就開始有下算嘅哦。嗰種呢，對一啲觀察期差唔多呢係2禮拜嘅時間來看，差唔多呢到係4月底時間呢就係一啲觀察期就會結束嘅。假使呢到係4月30嘅時間，嘅台灣呢嘅沙期都空呢都冇表示其他大規模嘅冷冷長長嘅沙期感染事件，佢就表示講，亞生盤沙咁嘅疫情其實呢希望對上監控扯到台灣本土鴉片來，嘅民眾呢唔是太高效。佢從先前呢政府就已經有同東島民眾差唔多有20萬嘅民眾哦發出嚟社保建信，其中也得我自家注意空間，一部分呢未上中心朋友也一步嘅我貼片來注意自己身體情形。好，然後呢，這個繼續來關心一啲盤沙咁嘅群體感染一下情形，到底係用嘅。呢錯別時間呢，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就有公布嘅一啲盤沙間當局有新增加一啲確診個案，一下呢嘅舊嘅確診個案已經來到29例案度，嘅啲上間控呢也到感染事件一啲新增加個案嘅情形係用嘅咯。然後呢，這個繼續來對呢新聞報道都方來關心。都冇咁處群體感染案件，23個加一屆確診個案，確診人數來到29屆，每案427，18到10種檢疫所隔離，第一排採檢結果係陰性，19陸續出現檢調了後，22個一排採檢，將同23確診。隔離開來，主要就是需要觀察他們會不會在這一段時間經過潛伏期，在這一段時間出現症狀，然後我們就需要採了。那可是，在進到集中檢疫隔離之前，其實我們就全面都先採過一次嘛，所以當然會那一次會陰，然後後來出現症狀的時候再採才會陽。因為之前指揮中心針對盤沙軍監控界所有官兵做抗體檢測，本來23位公布結果，不過指揮官陳時中講，你們艱難之間營養師嘅資料準備都差唔多，我等很卡多嘅資料出來了後，將在理清感染源。大概有幾個資料，一個當然就是我們這 PCR 的資料，那這樣已經有了，然後第二個當然就要相關的一個症狀的一個起始，跟它一個病程期間，然後第三個就是我們這個血液檢查的一個結果，大概我們還是要一個 team 來做一些相關的研判，那才能夠讓這樣的一個圖像能夠比較清楚一點。指揮中心23日宣布，本來分配到29同34度期間，限數兩岸航空客運起航航線，同全面禁止旅客來台轉機檢測外邦從實施，到那時將會解除管制，何況之後疫情嘅發展將來做評估。客家新聞持用專用一片台報道。其從指揮中心嘛，佢就發現從廿幾年一啲盤沙間當國內新增加嘅確診個案，都有發生一啲先前一採時間係陰性，到廿幾年就出現相關嘅症頭，還個用二採將來確診嘅情形，就表示講呢，一啲官兵喺廿一步嘅張開始發病嘅，比較查清楚呢，一啲盤沙間當國嘅感染源頭到底呢係對哪塊是車塊來嘅，嗰種呢嘅指揮中心就決定呢，為針對所有盤沙間當國還個有斷網監視所有感染呢來進行一條血清的感染嘛，即係來驗血，來驗一條有抗體嘛。也呢也嘅差唔多呢，斷網監視有700人嘅官兵做前隊來驗嘛，一下採檢結果，差唔多已經有303人嘅結果未出來嘅。第303人當中呢，也已經發現有33人有抗體，呢啲33人當中呢，有包含一下確診嘅人，沒有包含一下採檢係陰性嘅人，就係講一下某啲嘅指揮中心確診調查杜方統計杜方人，就表示講其實呢，佢喺先前做咗幾件測試到，一下就幾件有好起來嘅變做陰性呢。嗰種嘅針對一啲部分啊，指揮中心就培講，講人嘅上監控可能做咗幾件發生嘅加層嘅感染哦，就係講有人動作就幾件測試到嘅，唔過呢一下又
基金转好，佢從亞建議行政價嘅擴展嘅案對較後背、較後面將來差別多嘅。故所呢，一啲支付中心就有講哦，其實呢，一啲空體啊，係其實係啲差別多嘅前幾年，你就會差唔多2到3年時間，佢體內空體嘅數量係超高嘅，差唔多呢到3禮拜過後呢，一個空體數量就會天天的開始降低，故所呢對於亞到所有改變體內空體呢就做得了解，亞到呢係對內容時將開始差別多嘅，將有辦法來繼續來追蹤亞嘅新開始嘅感染源頭。喺針對一啲傳染風、一啲疫情嘅部分啊，一啲指揮中心呢就開始就來調查講到底係乜嘅情形。認真睇下呢，對於傳染風表示疫情按用疫情傳播嘅方式，其實呢都冇乜了解。指揮中心呢就認為講，嘅一開始呢啲傳染風嘅人呢，可能係冇買針頭，也係講一啲針頭動小口。故所呢，就會造成一啲大家都冇注意到，也將造成一啲全市感染事件進來健康太安嘅情形。佢第下呢，一啲盤沙間表示疫情過後呢，有動到地方政府都動強哦。也下千強嘅可能就係一啲高雄市政府嘅，現在一啲高雄嘅一啲軍工就啲做樣嘅片，故所有千到確診患者呢都有是啲高雄嘅片發通。故所呢啲前幾年嘅時間呢，高雄之中韓國人呢佢就講哦，為針對所有嘅一啲護理人員呢，都係來做體檢，都係來做普遍調查。係講呢啲先前佢係對一啲盤沙間嘅一啲官兵做疫情調查時間，沒有動到困難哦。再講啲籌備差唔多9成嘅時間。有差唔多24個官兵加到呢係唔配合來做一個疫情調查，故種呢針對高雄市政府為全面來做疫情調查，還個做全面體檢嘅講法。啲籌備下做嘅時間呢，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呢，沒有留意嘅講法呢報道轉機。而且啲觀眾呢，蘋果日報當局呢就發一種圖，就係講一啲韓國瑜動出力來打一啲球，一啲球係乜計，就係普遍體檢，韓國有疫情調查。唔過呢做先都半一啲中央動轉機哦，意思呢就係講一啲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嘛，就認為講，高雄市長韓國瑜為對亞條唔配合做疫情調查呢條亞邊個講會來發亞條，經過呢就嚟發30萬元案度。唔過呢，嘅指揮官陳時中呢，佢就有講到嘅，其實呢，按呢係較無買套利哦。清楚有呢，就係講，假使呢，也高雄市政府愛用一條傳染病防治法來發亞條唔配合嘅亞條官兵，其實係無買理由。清楚有呢，就係講，認真也係呢，為配合來做疫情調查呢，清楚有呢有本做紀律哦。第一類就係講，馬上我來做疫情調查呢，第二類就係一條確診者係聽錯我來做一個疫情調查。講呢一條有可能嘅機會，就講唔假使情況已經有出現相關嘅徵兆，跟唔沒有相關嘅接觸史，就講唔要去從去出國啦，去到一下疫情都嚴重受災，然後呢就係為經過醫生評估過後來做通報，下後呢將需要來配合政府來做相關嘅疫情調查，佢馬上唔需要來做疫情調查咯，清楚要就係一條接觸者，就係講。雖然講呢，唔因為講自家係高風險嘅族群，唔講呢假使無同一條確診者有接觸同研究嘅時間，嘅一部分嘅人就係較唔需要去做一條相關嘅疫情調查，唔需要同政府來交代講清清楚楚，唔要去同呢條人接觸，要去過呢條所在發通。嗰種接觸者其實係唔是做疫情調查，因為一條盤沙間，一下接種隔離一條官兵當中呢，一條體體呢，都一條接觸者。故所呢，一條指揮官陳時中佢就用英語講，佢針對一啲確診者，其實係總唔得用傳染病防治法來發假條。係講你自己針對所有醫護人員，我來做普遍體檢安嘅方式呢，佢指揮官陳時中佢唔認同理由，清楚有呢就係講，佢因為講先前嘅指揮中心已經並用嘅所有醫護人員採檢嘅一條條件，假使醫護人員有出現像係肺炎嘅相關徵兆，就做先都來做採檢，就意思講希望你留意咧疫情特別到醫護人員特別到風險，攞提供到先單，嗰種一下就冇必要來做一個採檢，一下外界清楚就講，一下驗證一個
那个期间可能呢有一个误差，可能呢有唔係100%完全都係正確嘅。假使呢有出現一啲假陽性呢一類情形，假使有醫護人員做全面期間有面出現假陽性，佢主要可能造成醫護人員唔啦，還個有可能會造成風險一個問題。故所以以下沙非太中，其實呢對一啲醫護人員我來做全面期間，按呢建議呢係大部分呢都會唔認同嘅，一部分呢係呢看高雄市政府同一啲諮詢中心用嘅這個來進一步嘅來做討論咯。前面呢，這個來看到呢，就會壓力中國時報嘅，中國時報呢，常常都會來關心一啲普遍事件，韓國有為對一條唔批下做疫情調查改變來發展嘅方式，按呢就表示講，地方同中央來碾壓到按呢問題。佢針對按用判斷呢，其實人家下呢就有同鄉親朋友有講到嘅，做嘛中央未來唔認同，先主要呢就希望講。地方呢，為好好來保持相關的醫護的能量哦，一部分係一下呢，有啲疫情安重要時節，其實呢就總的這個措施呢，有當到醫護人員認證假陽性的一啲問題的本大家來做，受到一啲地方的隔離來影響的一啲醫護能量哦。咁以上呢就用金幣同大家來整理嘅新聞重點，跟有關用金幣關於前線的疫情，想從聽朋友繼續到嘅下晝重點，個繼續來關心呢客家新新聞。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星。我係陳賢素，我係天理定。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空來關心疫情嘅前線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